佢哋實驗室個科研嘅發展，前所未見咁犀利嘅。頭先佢講話係南海有3個小巨人咧，嗰3個已經營收1億而落咗地有場景嘅一啲科研嘅公司咧，我非常之有興趣。以前聽嗰陣時，因為都係幾技術性㗎嘛，但係當你見到實體嘅時候，見到佢哋解釋嘅時候，同埋佢哋場景嘅應用之後，你會知道佢哋唔同嘅科研嘅賽道方面都係做得好頂尖咯。咁所以我覺得對香港一啲科技嘅企業家嚟睇咧，會第一更加明白國家嘅大發展嘅方向啦，15規劃啦，更容易去融合同埋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，同埋融入大灣區。